讲到2年前，高雄的爱河有发生一件食酒塞车，弄到一家伙仔1死3伤的悲剧。如今2年过去受害家属到当时拢提无任何的补偿金，也怀疑2审是判这个驾驶9年10个月。家属嘛认为判伤轻，要求中央对食酒塞车一定要重判。一家伙仔欢喜替妈妈庆生，2个查某囝搁甲妈妈亲嘴皮，想袂到这是因一口沼最后画面。因为2当前的酒驾车祸，林先生失去因某，2当过去因为耽误政府对酒驾刑责爱搁加重修法，林先生甲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做伙开记者会，认为酒驾搁再犯，刑责并无提悬，中央2摆修法拢无法度互人满意。法务部长蔡清祥他在案发当时，他说他推了2年。酒驾致死，他推不动。现在我们又事发过了2年，已经4年届满1届了。请问这一届的立委，你们做到了吗？我们一直呼吁说不可以酒驾，我们也一直希望说透过修法，然后来加重其责。现场林先生哪讲哪流目屎，想起2当前一个伙仔死的人是到爱河跨顶会，却拄到姓黄的驾驶酒驾，来造成1死3重伤。虽然法院判对方要赔3500多万，不过到当伊敢若摕到1张借款的凭证，搁爱家己出钱付医药费甲拍官司来照顾查某囝。二审的法官判出来是多少？我一听9年10个月，我当天给媒体朋友我的心声是什么？司法正义已死啊！并对2审判决，林先生要继续上诉，伊嘛认为要推动酒驾罚款修理专区，来作为受害者的赔偿金。现场市议会国民党团有签新律师来支持加重酒驾刑罚，酒驾致死7年以上的刑责，若是酒驾搁再犯，以无确定故意杀人罪刑期10年以上，毋望莫搁发生同款的代志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